咁相咧，其實咧填表嘅時候只需要一張，可以透過廣東出入境或者中山雲預約。如果真係揾唔到車位咧，就停過去前面嘅興中體育場。咁嗰個費用咧，如果係10年期成人嘅話咧，就係350蚊人民幣。咁啊，7個工作天可以攞到證噶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灣區 Jackie 頻道。我張回鄉證咧就快到期啦，所以咧今日專登過嚟中山東區換證。雖然中山換證咧已經唔係乜嘢嘅新鮮事啦，但係最近同幾個已經定居中山幾年嘅香港朋友傾開，仲有2個啱啱嚟到中山生活嘅朋友，原來佢哋都唔知道中山可以換證嘅，仲同我講吓，原來咁方便㗎，所以今日咧我就將個過程拍低，仲有啲實用嘅 tips， 等大家都可以喺中山輕鬆換領回鄉證。辦理嘅機構咧就係我前邊呢間東區中山市公安局出入境辦證大廳。第一步梗係預約咗先啦，可以透過廣東出入境或者中山雲預約。我自己就係經過中山雲預約嘅。首先係微信小程序揾中山雲預約，見到雲預約就揀業務大廳，跟住就去到中山市公安局出入境辦證大廳，跟住就 confirm， 然後境外人員預約、港澳居民預約，填寫個人信息，跟住就揀預約嘅時間，再撳完成，咁就搞掂咗㗎啦。如果想睇返自己嘅預約，就去雲預約撳我的，跟住撳我的預約，跟住就會睇到預約記錄，跟住就會睇到預約詳情。如果想取消呢個預約或者想改時間，撳下邊呢個取消預約就 OK 㗎啦。其實操作非常之簡單。如果冇預約就可以試下 walk in， 不過就要睇人流啦。好似我過咗年後去搞嘅，預約都唔多人，所以現場咧都攞到證㗎。喺對面咧都有一列嘅停車位嘅，咁咧但係我今日就約咗10點至10點半，我9點35分嚟到呢度咧，其實都揾唔到車位，咁我都兜咗2個圈，就停得遠少少咁咯。如果真係揾唔到車位咧，就停過去前面嘅興中體育場，跟住行過去對面嘅辦證大廳，即係呢度對面啊，都係分零鐘可以去到噶啦。停咗車之後咧，就入嚟呢個西門入口，呢度有個辦證指引，講咗嗰個 office hour 嘅。換證嘅時候咧，記住帶齊身份證同埋回鄉證嘅正副本，同埋相片回執紙質嘅相片。相片咧就係白底嘅大1寸，3.3 cm 乘4.8 cm。咁相咧其實咧填表嘅時候只需要一張。如果做回執同埋相咧事先搞咗嘅話咧，就會慳時間啦。咁如果趕唔切咧，喺現場都大把影相鋪可以做嘅。通常個價錢咧就係25蚊，就4張相就做埋回執嘅。咁如果係證件複印咧就1蚊啦，佢會同你影埋正反面。咁有啲阿婆婆喺度兜售話20蚊都得咯，不過我就喺屋企附近做嘅。如果唔喺影相鋪填表咧，其實入到去填表都好方便嘅啫，半個鐘頭到咧就已經搞掂咗啦。因為入邊係唔俾影相啊，或者係拍啲視頻嘅，所以我出到嚟先同大家解釋。咁我喺入邊填表咧，整個過程咧都非常之方便快捷。咁入邊咧就有個填表區嘅，咁填表區嗰度都有個樣板嘅，跟住嚟填表就得噶啦。填完表之後咧，我就去11號窗辦理。當所有程序搞掂咗之後咧，工作人員就會俾一份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受理回執。咁上邊有我哋自己個人嘅資料，同埋相關受理部門嘅蓋印，同埋係幾時翻嚟攞證嘅日期啦。咁到時翻去攞證嘅時候咧，就攞住呢張紙就 OK 噶啦。咁嗰個費用咧，如果係10年期成人嘅話咧，就係350蚊人民幣。咁7個工作天可以攞到證噶啦。領證咧就有2個途徑嘅。如果選擇郵遞咧，就會將舊證剪咗，即使喺未收到新證之前咧，係唔能夠出入境嘅，就或者自己親自翻嚟攞。咁喺呢段時間都可以出入境，所以就真係要睇下自己嘅需求。其實當初咧我都考慮過返香港續領嘅，咁可以順便探下屋企人同埋揾下朋友飲茶食飯啦。咁問過中旅社，咁成人收費咧就390蚊港紙，就12個工作天可以攞到證啦。
咁快證咧就670蚊港紙，就5個工作天可以攞到證啦。咁後嚟最後我都決定咗喺中山攞，咁樣咧就時間比較容易掌握啲，咁同埋比較方便快捷啲。咁呢啲都係要睇下自己個人嘅需求啦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對於喺東區辦理回鄉證仲有咩問題，可以隨時留言俾我啊。咁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